来，乡亲啊，继续来讲川习会。川普这届访问到中国，伊所率领的代表团嘛受到外界的关切。这届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并无做伙去，颠倒是川普的第二个后生艾瑞克甲伊的太太对咧来。外国媒体报道，讲这嘛代表这届的川习会并毋是软性外交，是甲重点放伫咧贸易甲区域紧张的情势，特别是台湾，或者是中国甲伊朗的关系。美国总统川普13号到北京，后壁是美国代表团。今日看这边第一夫人梅兰妮亚无跟队在身边，颠倒是川普第二后生艾瑞克川普，和伊的太太拉拉川普，甲其他官员随行。比较2017年川普出访中国的时阵，梅兰妮亚和川普做伙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拢有出席，算是典型流行的外交性质。这边川普代表团包括高阶官员国务卿卢比欧，还咧随同的防长霍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有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和回答执行长黄玲芬，有真侪位等量级的商界人士。就是报第一夫人梅兰妮亚是后生和新部队来 ，CNN 和 ABC 真侪间外国媒体报道，这就是代表川普这边来，就是要谈正经事，也就是拢会讲贸易关系、有区域建设，其中针对美中贸易。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美中这边可能就是要甲贸易协定佮签订1年时间。China could commit to make some purchasing agreements, for instance, of soybeans, Boeings, and other products from the US, and that might start to lay the steps towards extending the trade truce. 除了经贸，台湾议题嘛是外国媒体认为，川习会会拄到的议题。首先就是美国对台独的立场。金融时报的分析，若是美国公开立场真正改变，恐惊互日本和台湾等等太平洋地区的朋友会感觉真烦恼。As a softening of the US posture and perhaps slightly delivering Taiwan's future over to the mainland, the question is. Everything depends really on Trump. 李律师认为，中国若是针对伊朗的问题交涉，可能就要求美国卖卖收济武器给台湾，和美国朋友拢真注意这件代志。若在咧川习会前，美国跨党派8位联邦参议员联名致函白宫，关切今年1月已经批准价值140亿美金，不过也未由白宫正式送出的对台军售案，敢会随川习会有所改变，持续受到关注。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